全台湾唯一的水族镇是西港仔挂乡正出名的镇头，不过受到一件生少的影响，真恶造团地数有3颗无出镇啊。这南海社区发展协会利用水族镇内面的动物来做花仔门牌，希望提升大家对镇头的认同感，也积极参在地学校季节，要来开课程团式。 沿台南西港区南海街行，一路看过去，大户所有2块门牌真特殊。详细看门牌顶悬有金红色的鲤鱼，佮有蛤蟆甲金马，每一户拢独一无二。其实这是全台唯一水族镇内底的动物。南海社区发展协会因结合在地水族镇的特色做门牌，望增加大家对镇头的认同感。这个蛤蟆。 这个金啊，迄个水族镇内底即个动物，对开始到成果起来3个月呢。袂讲因为无出镇还是无做，你大家把它遗忘掉了。比这个南海街吼，有咱这个水族镇的迄个动物的造景意象出来了，几乎这个南海街吼，大家感觉。 会感觉种水族镇拢有来搞的所在。其实南海水族镇已经有56栋久，每若西港乡拢会侪人会过看。不过到今已经3颗无出镇啊，因的特色是文武镇，好兼以民俗歌戏戏剧元素表演为主。根据了解，每若出镇上少要30个人。庙方表示，即摆真好找人愿意加入，地书因先打造南海文物馆，甲服装兵器等文物先保存落来做展示。协会嘛拼细参在地学校季节。 毋望甲传统文化向下定根。即嘛就是老师吼，时间无法度，伊干那拜6礼拜有用尔，所以讲无法度就训练。希望跟社区结合啦，透过我们的寒暑假的娱乐营或是桌山的一些的课后社团的活动，把传统的水族镇的武镇跟文镇都带进来学校。国家重要民俗台南西港乡明年要起稿，这个水族镇到底敢会出镇，嘛引起地方讨论。 庙方回应，人数目前阁无够，暂时无规划。因讲会拍拼组团，赶紧恢复正常的光景。记者的上台南采访报道。